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嘉义市有一个代理老师，3年前和校长甲霸凌全自我了结。同时处理这件代志的教育处的处长林立生，即摆是去接新竹市的教育处长马洪指控情绪的管控无好，同时曾经甲死者的家属大声来喊话。新竹市议员是痛骂市长高虹安，讲这项的人事令是甲新竹市当作是资源回收场，甲新竹人当作是塑胶。林立生本人回应讲，尊重各界的批评指教。新竹市教育处的新任处长林立生准备备询，伊才上任尔，就互人检举讲过去伊伫嘉义市教育处的任内发生姓陈的代理老师和校长霸凌想袂开，这个代理老师的录音嘛被公开。我跟校长反映，学校钟声当天是不是坏掉呢？还是声音过小呢？校长呢说全校只有陈听不到铃声，钟声没有坏掉，摇铃是他自己摇的。经过调查报告，毋若事先和当时校长看过，校长最后以失职负责，何况讲林立生到新竹进前，监察院才日前纠正嘉义市政府。对于一个案件的处理，他是用这样子吃案的方式去处置的话，他拿什么说服别人来当我们这些基层教师的领导人？2022年，姓陈的代理老师家属捌开过记者会，要求真相讨公道。后来嘛有公开录音证明林立生的大细声。所托非人，那不要用这种摸黑黑马后的态度来敷衍市政。那新竹市府不是资源回收厂，不要把新竹人当作塑胶。严重的怀疑他是否能胜任新竹市教育处长一职那我们也希望呢，高虹安市长应该再三来评估这样的人事任命。林立生的人事案，市议员有意见，新竹市长高虹安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的时，脚步拢无停。教育处长的事情，他被纠正。各界的一个批评跟指教我都虚心的一个接受。林立生的态度真诚恳，是讲伊已经是这1年半以来新竹市教育处第3位处长，即马佫发生争议，高虹安伫新竹的教育政策又佫受到高度的检验。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